咱继续来看美国内部的问题，条约是一直拢敲未平。就是暗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甲总统拜登总算头一届达成协议，会当提悬债务的限制2年。若准国会通过这摆协议，就会当避免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27开记者会，宣告美国债务上限的危机总算有暂时性的初步协议。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the president. I talked to him twice today, and after weeks of negotiations, we have come to an agreement in principle. We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but I believe this is an agreement in principle that's worth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美国目前国家的债务31.40亿美金。美国财政部伫咧2日宣布，将债务违约的期限自6月初1延到初5。进前，美国总统拜登坚持国会应该无条件提悬债务上限，以指控共和党劫持着全球的经济，就机会要求大幅度减少政府的支出。因若共和党是担心美国的国家债务一直增加，这个月双方开始协商，不过因为救贫政策意见无同，一直紧调的。这么双方达成协议，将会提悬债务上限2年。这2年来就会减少包括要求领政府补助的民众爱找头路等部分非军事的政府支出。It has historic reductions in spending, consequential reforms that will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into the workforce, rein in government overreach. There are no new taxes, no new government programs. 麦卡锡讲，会赶在当地时间27号完成起草法案，加白宫确认，并且在28再一遍加总统对话，同时公布法案的内容，赶30日伫咧国会进行投票。因那拜登也伫咧推特发文证实这项协议，讲协议代表一种妥协。也代表唔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因想要伫的，这就是执政党的责任。也希望国会到时会当赶紧通过法案，避免发生债务违约。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